Hello， 歡迎嚟到 Toronto。雖然我係 Andrew， 萬錦市嘅Townhouse不嬲都好多人睇嘅，仲要呢一間咧靚校區啦，交通方便啦，企理啦，仲要最緊要係咩啊？叫價唔使100萬喎，咁嘅 condition 會唔會吸引到你哋睇下咧？今日介紹嘅呢間 Townhouse 喺萬錦市 McKelvin 夾 Burr Oak， 3+1睡房，4個洗手間，車房泊到1架車。2025年嘅地稅大約4571蚊，2004年建成，面積大約係1535尺，lot size 大約係22尺乘98.5尺 ，basement 已經完成咗㗎啦。大家入屋睇一睇啦，主層咧就8尺樓底嚟嘅，用咗實木嘅地板，位置大約係5尺闊到。隔離就係客廁嚟㗎啦，住咧就將 countertop 轉咗做 quartz。呢個位置咧應該有人覺得就係嘥位㗎啦，但係有冇試過一大班親戚朋友一齊走嘅時候，好似沙甸魚咁樣企喺玄關位？呢度咧你就唔使擔心啦。廳位置12尺乘17尺，呢一個位置咧，我覺得係客飯廳擺埋一齊咯。呢度咧你可以用嚟做一個飯廳咯。有啲樓咧個車房咧就入唔到屋嘅，呢一度咧就可以直出車房噶啦。再行入啲咧就係廚房同埋 breakfast area 嘅位置啦。全個面積大約係18尺乘11尺。櫥櫃就係實木嘅，不過咧就冇 soft close 門鉸。台面就係 quartz。早餐位置大約8尺乘12尺。而家嘅4至6人台啦，其實啱啱好啦。雖然 townhouse 都有個 backyard 㗎，面積都唔錯㗎。townhouse 要經過間屋咧先去到 backyard 嘅，呢一間屋唔使擔心，經車房就去到 backyard 㗎啦。去2樓，我哋睇第一間房先啦，面積大概係10尺7乘10尺。呢度真係闊落嘅，雙人床加書台絕對唔係問題。另外一間房9尺6乘13尺。其實兩間房面積差唔多嘅，大約係爭10尺到咯，所以細路仔嘅話應該都唔會點爭啩。呢個洗手間咧就係頭先兩間房一齊 share 噶啦。要輪到主人房啦，犀利 ！Townhouse 有一個大約200尺嘅主人房，邊度揾？好多客人咧就唔中意洗手間對住張床嘅，哇！呢個唔使驚，喺角落頭。而家左邊嗰個咧就係 closet 啦，同大家一齊睇一睇，一個5乘6嘅 walk-in closet， 夠啦啩？呢啲架真係唔係好得，但係如果你真係做個櫃嘅話咧，真係擺到好多嘢㗎啦。呢個咧就係主人房嘅洗手間啦。玄關位隔離就係 basement 啦，同大家一齊睇下。basement 咧就分開咗兩邊嘅，而家呢一邊位置咧就係玄關位啦，同埋客廁嗰個方向嚟嘅。呢度嘅闊度咧大概係9尺半到。大條樓梯咧，呢一邊咧有個洗手間啦，同埋一個客房嘅。呢個客房面積大約係152尺，位置咧就係喺廚房 breakfast area 嘅下邊嚟嘅。睇開萬錦市樓嘅朋友咧，呢一區真係會好熟嘅。附近買餸嘅地方 ，Freshco、Food Basic、Noville、Garden Basket、Walmart 呢啲西人超市啦，最近嗰間2分鐘，最遠 Walmart 都係去到南邊少少8分鐘就到㗎啦。隔離對面馬路 Highway 7同 McKelvin 方向咧，仲有一個唐人超市嘅添。向翻東邊少少就係火車站，向翻西邊11分鐘就係404㗎啦。至於行街買嘢，行過對面馬路 Burr Oak 嗰度已經有一個 Plaza 啦。即係 Freshco 嗰個 Plaza 啦，除咗買餸之外咧，仲有好多食嘢嘅地方啦。唔夠嘅話，向翻東邊少少 Markham Road、Major Mackenzie、Markham Road 16街7分鐘到，就有好多唔同嘅鋪頭啊、食嘢嘅地方啦。要行摩嘅話，向翻南邊8分鐘就係 Markfield Mall 啦。最近公園行去3分鐘就已經有個公園㗎啦。譬如想打棒球啊、足球啊嗰類嘅話咧，Brucie Park 4分鐘就到㗎啦。最近 Community Centre、Angus Glen Community Centre， 向翻東面少少有 Cornell Community Centre， 都係13分鐘到嘅啫。兩個 Community Centre 咧都係有游泳池啊、圖書館啊、做 gym 嘅地方啦。輪到校區真係冇得頂，小學 Stonebridge， 中學 Pierre Elliott Trudeau。根據 Fraser Institute， 小學排名97，中學排名第6。
價錢同地址，呢一間屋嘅地址咧喺下邊 description 可以揾得到。呢一間個叫價就998000，1月26號收 offer。根據我調查，由25年11月有2間 townhouse 喺呢一區賣出，我就揀咗2間咧都係1500至2000尺。分別一間咧就2個房，一間係4個房，2個都係3個洗手間嘅，一個就 finished basement， 一個就 unfinished。平均地稅就4659蚊，平均賣出價錢咧就1068000。如果你想要更加詳細嘅資料嘅話，可以俾你 email 我，我會 forward 俾你。今日就1月15號，尋日咧就已經收到好多唔同嘅消息咧，就話雪暴嚟啦，如臨大敵一樣。根據萬錦市咧 York Region 區，大約就10至到25 cm 嘅雪。加拿大落雪就冇乜咁出奇嘅啫，淨係大家鏟緊雪嘅時候咧，記得睇一睇屋企 furnace 出口呢條白色嘅一氧化碳喉。如果你啱啱你間屋嘅坐向係食正個風位嘅話咧，你記得唔好俾啲雪冚咗呢個風口啊！呢一個風口咧係你個 furnace 出一氧化碳嘅。冚咗嘅話咧係好危險嘅，你記得如果萬一真係冚住咗嘅話，撥開啲雪，好似呢一幅圖咁樣，千祈唔好俾啲雪冚住佢啊！希望呢啲小貼士可以幫到大家，下次再見，拜拜。我今日嘅介紹就到呢一度，中意我 channel 嘅話可以 subscribe 我 channel， 再撳埋隔籬個鐘仔就可以收到我最新嘅消息啦。我每個月都會轉發由多倫多地產局公佈嘅 Market Watch Report， 有興趣嘅話可以俾你 email 我，我可以 forward 俾你。如果你而家係考慮緊買賣房屋，想揾人俾個意見，可以聯絡我，我會盡快覆你。下次再見，拜拜。